遠古有屬於舊約時代嘅奇蹟，未來有屬於未來嘅奇蹟。有啲嘅奇蹟係屬於我哋今日可以睇到嘅。今日我哋拜訪流淚谷，就係我哋呢個時代嘅奇蹟啦。歡迎嚟到流淚谷，希伯來文係 Emek HaBaraka， 佢係位於以色列北部嘅戈蘭高地，因1973年贖罪日嘅戰爭而得嘅名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嚟，最大嘅坦克車嘅戰地，更加係以色列同阿拉伯人嘅激烈爭戰嘅地。你可能會問，呢啲嘅事與聖經嘅預言有啲乜嘢關係啊？聖經中提及好多神嘅應許，其中有關於復興以色列人同埋佢哋國土嘅信息。然而猶太人經歷咗亡國嘅苦痛，2000幾年嚟流離失所嘅痛苦經歷。佢哋認為返到去被忽視並且荒蕪嘅家園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要應驗呢啲嘅聖經預言，需要猶太人去奮鬥、忍耐同埋犧牲。大多數以色列人認為呢個位置係值得被記入去史冊嘅戰爭。1967年嘅6日戰爭奇蹟地獲得勝利之後，短短6年之間，喺其他阿拉伯國家嘅支持下，埃及同埋敘利亞嘅聯合軍隊再次襲擊以色列北部同埋南部嘅邊界。襲擊嗰日係喺贖罪日 Yom Kippur 嗰日發生嘅。每年贖罪日係以色列最神聖嘅日子，大部分國民都喺猶太嘅會堂祈禱禁食，全國道路封鎖，通訊系統停止聯繫。因此，以色列重要嘅防線幾乎毫無戒備下，難以應付嚟自北部同埋南部邊界嘅突襲。由於大多數嘅武裝部隊都休假，只得600位以色列士兵留守北部嘅邊界。1973年10月6日，有6萬名敘利亞嘅步兵同埋1000多部嘅坦克車突破以色列北部嘅防線，投下咗數百枚嘅火炮。敘利亞軍隊向西面衝過戈蘭嘅高地，而當時以色列軍隊嘅兵力唔能夠抵擋，亦都冇辦法阻止敵軍嘅前進。敵軍會喺幾小時內就衝破加利利啦。喺呢個時候，埃及軍隊從南邊嘅西奈半島進攻，面對南北夾擊，以色列軍隊不得不分散兵力嚟到迎戰。喺以軍由卡哈拉尼上校指揮下，只得一隊坦克部隊守住前線。儘管當時槍械不夠，燃料彈藥短缺，同補給線都中斷咯。喺呢個咁艱難嘅情況之下，以軍仍然堅守住，直到4日增援部隊嚟到。當戰事結束，以軍最後只剩得3部嘅戰車可以繼續使用啫，而佔盡優勢嘅敘軍卻戰敗，退返去敘利亞嘅領土。呢場戰爭嘅勝利係決定性嘅，但係代價係沉重嘅。呢個地方不單止紀念勝利，更紀念好多喺呢場戰役中陣亡嘅士兵。贖罪日之戰使到以色列北部地區免於淪陷，令到全國免受到意料之中嘅毀滅性破壞。從今起，呢個場地稱為 Emek HaBaraka， 即係流淚谷。今日你亦見證咗呢個奇蹟嘅一份子。多謝你嘅收睇。如果你想睇呢個視頻嘅完整版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信息，你可以點擊以下嘅網址。